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中医圈阿群妹。亚一波嘅吼，由于咧很多宅经济非常的发展，有当到到宅服务，就系到nhà屋卡去服务你啊，唔但像啊，有嘛嘅到屋卡做嘢咧啊，到屋卡然后你带生人咧啊，甚至到屋卡老呀弄人家洗身啊，也就当到无共用嘅服务都渐渐嘅开始有出来嘅。唔过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到屋卡来做嘅医疗服务，呀，其实係較少人啲嘅，做咩較少聽到，因為做醫療嘅聽錯要有一天嘅設備啊，還個有一天嘅專業吧，佢當然係醫生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到屋卡。同意顧牙齒、同意長牙齒嘅牙醫師哦，到宅牙醫，細細嘅來分享今日邀請到嘅來賓係啊，安祖公醫院牙醫部嘅主任范廣新主任，歡迎。大家好，我係安祖公醫院牙科嘅范廣新先生，我係新竹嘅行醫，希望大家。哇，醫生嘅效法講到以後哦，嘿，故所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到宅牙醫，一般人可能會知道，我開牙醫，我就會去個講美輪美奐的牙醫診所或者是醫院去開牙齒。當時會想到講有一種到去牙屋卡、到牙屋卡來做按樣嘅牙醫嘅服務，所以咪講很多到宅牙醫按樣嘅服務呢？哦。到宅牙醫可能字面上的意思是講，挨到牙醫師啊，到你屋卡讓你看牙齒，就是如果是行動不便，沒辦法自己出門看牙齒的病人，這些都是我們的患者。那也有可能是像有一些失能的老人啊，這些也是沒辦法出門的臥床的病患，那我們就會主動的到他的家裡面幫他看牙齒。那他有任何的需求，就會由我們的團隊來幫忙做任何的處理以及後續的服務。我唔錯，故所佢係一個有條件限制嘅。你聽說有比如講是失能啊，或者是身心障礙，或者是行動不方便，要有人就做得來申請按用嘅到宅牙醫的服務。跟大家講一下，好，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先來介紹一下，希望嘅條件給你有辦法來做這個到宅牙醫服務的申請。它其實是政府開始推動的一個這個申請機制嘛，對不對？對，我們民國100年開始就有這樣子到宅牙醫服務，但是到目前為止，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去申請。那分成2個方式，一個是申請的方式，還有申請的資格。那申請的方式呢，我們可以向各地方的縣市的牙醫師公會，牙醫師公會哦，對，提出申請。那或者是呢，到衛福部的網站上面，它有一個居家醫療服務特約醫事機構查詢，這個網頁裡面去查詢有關於所有提供這樣子服務的院所以及牙醫師的名字都在上面，那就可以聯絡他們，提供我們需要的一個協助。對，那申請的資格的部分呢，第一個一定要是重度身心障礙以上的患者，重度的，對，中度啊或是輕度都是不行的。那第二個是符合長照2.0裡面的失能老人，那這個失能老人呢，我們在服務的時候呢，也是每2個月才能夠提供一次的一個治療的方式。故所因為呀資源有限，還個身上面動辛苦，要舟車勞頓啊，去到要病患的屋卡去幫他們來做這個治療，所以其實它是有一個懂完整嘅申請嘅機制，它個做得不管是找這個牙醫師公會或者是慫恿就做得去申請，所以去查詢，對不對？但是呢，其實我們想象中都不卡來做這個牙醫的服務，因為我們就是印象中的牙科診所或者是醫院，其實設備都懂多。很複雜，還要有很多機器，然後有一些還很可怕的，有你們懂講嘅鑽牙齒嘅滋滋滋嘅聲音。到屋卡最近做牙的有事情哦。我們今天就把我們的儀器設備帶來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會把所有牙科診間大家看得到的所有的設備，我們都濃縮在這一台我們攜帶式的行李箱裡面，我們稱之為移動式診療台，它是可以隨時讓我們移動的。它總共有32公斤，非常重。按重32公斤，就像一個成人的按重比咧，成人的是中小孩這麼大，這麼重咯。哇，你會講的呀，拿來拿去。我們就要拿着這樣子的這麼重的儀器設備到病患的家裡面，
而且病患的家里面有可能是在公寓的4楼、5楼，那我们要把它搬上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体力。那对于我们到宅的牙医师来说呢，这也是一个负担蛮重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枪油按胎长没有比较更轻便的了。目前如果要治疗的话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重量的一个机器。对，但是 Vito 我本亚的病人，偏人有含卡多嘅医疗嘅服务项目，或说有按完整嘅这些设备在里面。我们都得请医生同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些设备分别是什么。医生，我们用手比这样。好，那像这个我们就是补牙齿的时候要用到的一个光照的卤素光的光照的灯。我知道补牙要放那个软软的挤上去之后就会用汞。那个是树脂啊，树脂。对，补完之后我们要照光之后呢，它就变硬。对，那这个是洗牙机。那洗牙机就是我们平常有牙结石啊，要帮你洗牙。会喷水嘅错。哦，喷水就要有接水嘅啊。所以这个呢会有一个吸唾的东西，就是有一个放上吸管，对，吸管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口水吸走的。那这边会有一个喷枪，就是有一个我们要把牙齿吹干的部分。然后这一台呢，就是像配合我们这个牙齿钻牙齿的东西，就是我们平常在听到那滴滴滴的声音，那个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声音。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高速的一个手机，上到牙齿就会酸的这种感觉，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速的一个吸唾的部分，我们有2种，一个是慢速，一个是高速的。而且第二，牙医，比如说我印象中的诊间好像还有很多设备，包含什么升降椅呀，还有那个做的。配还有蓝水嘅那个一个小小的水槽，对，其实这些设备地部卡给情形是没有的，就没有，就会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都常常都要弯腰驼背的帮病人去看，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床啊，就是卧床的病患，他有可能是躺着的，他的电动床可能是没有功能的，或者是他完全都没有就没有电动床。对，那我们就只能靠着他当时的一个躺的一个位置，我们去执行我们的一个动作。还有看到相片，就是一些到宅服务的一些照片。其实亚真经同上头摆同头摆经历过跟看牙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对，没错，这是我们希望这些卧床的病患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服务，所以政府提供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在第一时间也加入这样的一个治疗计划。故说即使是带了这么大32公斤按用嘅机械10批许多人嘅物卡来做治疗嘞，还是有一些咧做得做，有一些咧冇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讲，我们请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下，哪一条係做得做嘅治疗，哪一条係做唔得做嘅治疗。我们可以做的治疗就包含了一般的补牙，那补牙是包含了单面的补牙才可以做。单面，像一面呢？那如果是比较多面的蛀牙，可能要防止口水渗漏的这样子的一个补牙，可能就没办法做了。或者是简单的拔牙，那复杂的拔牙，像拔智齿这样子是没办法在家里面做的。迄因为其风险较大，要迄讲需要嘅东西它的复杂程度会比较多。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是在家里面做的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治疗的部分。那比较需要有更进阶的治疗，我们就会转接到我们相关的医疗院所，有在做身心障碍牙科的部分的诊所，再去做后续的追踪跟治疗。对，那像有一些抽神经的治疗，就我们俗称的根管治疗，那个是没办法在家里面做的啊。或者是像有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个手术的部分，牙周的手术，那个也是没办法在家里面做的。姑说，但是其实做的事情已经够你们忙了。对，没错，我们在家里面其实大部分的病人该做治疗的项目都已经含在里面了。对，一些基本的。很多的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假牙的问题，有一些老人家他戴了假牙，他可能会咬东西的时候会不舒服，那我们一样可以到家里面帮他调整假牙，肿胀的牙龈，对，没有错，做一些牙齿的清洁，这些都是在家里面都可以做的。所以大部分70%到80%的病人，我们都已经可以在家里面都有办法嘞。这样其实已经提供动态的协助。不过天时地条件观众朋友，他可能就会想到讲，按用豆腐卡，按专门的按用嘅服务会动规模哈，线上会动规模。当然不会啊，我们是
只会收挂号费的部分。哈？那连我们的医院目前连挂号费都是完全免费的。哈？我们是做完全的服务，所以你只要符合资格，跟你到牙科诊所或到医院来说，我们反而会更便宜，因为你完全的费用都不用出。那我们会帮你安排好时间之后呢，就定时的到你们的家里面去帮你做牙科的治疗处理。那你所有的东西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我们会帮你处理好。那不管是我们这台机器看完一个病人之后，我们也会做清洁消毒，就像我们会用这台机器，对，整台消毒完了之后，我们会把它清洁好了之后，才会到下一个病人的家里面。所以到你家里面之前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好了，才会再进到下一个病人的家里面做后续的一个治疗，所以大家很可以放心。哇，古嫂，你看，按完整嘅服務就係會提供一條身體模擬片嘅一條人啊，一條動態嘅幫助。古嫂節目地度還有動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正經係台灣盲舌韓國嘅服務，按到到宅牙醫，也係有正經專業嘅醫生，透過政府嘅機制來申請到宅牙醫嘅服務啊，醫生就正經會同樣時間去到牙部卡帶點太太嘅機器，對不對？古嫂今日也有請到范醫生來同大家來分享呀到宅牙醫的服務。其實冇看呀范醫生看有按後生按研導，其實佢做呀到宅牙醫已經10多年嘞，很長的時間哎。你說這個到宅牙醫的服務係乜個時節開始哎？民國100年的時候開始，民國100年。對，那我們當初會想要做這樣的一個服務，是因為在民國99年的時候。我們的一個社區護理師告訴我們說，他們在照顧的這些臥床病患裡面，很多人他很想要幫他們的家屬做口腔的清潔，可是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去做正確的口腔清潔。因為你用想象就對哦，你看牙嘅不看你按用水點嘛，按你要老牙嘅再打開來，打開來還會同佢抽牙齒，其他牙齒就抽唔好，會抽到緊住牙齒，還會同人抽牙齒，還有更不用說，同佢捅着要讓他漱口。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對，所以我們當初的發想就是說，我們希望到病患的家裡面，先做一下口腔的衛教。我們就是跟着我們的護理師到社區的家中，幫他做口腔衛教。完了之後呢，如果他真的有問題，我們當下也會幫他做檢查。然後如果還有需要做治療的，我們就把他轉介到我們的醫院裡面去做後續的一個治療以及追蹤。這是民國99年的事情。哦。那民國100年的時候呢，政府就剛好開辦了到宅牙醫服務的一個試辦計劃。那我們也在第一時間投入這樣的一個試辦計劃，因為我們想說，哎呦，終於可以治療了，那我們就趕快加入，然後趕快幫我們的病患能夠做治療的部分。對。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買了我們這些儀器設備。哦。對，那這些儀器設備呢，雖然看起來很重，也沒有很貴，比起我們的診療台來說，在牙科診所診療台來說，它不算貴，但是也要10幾萬沒有錯。可是對於好貴，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福音啊，因為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直接搬到家裡面，然後幫病患做治療。對於病患來說是可以不用再長途跋涉，從他們可能住在公寓的4樓5樓，在他的家人要把他搬到樓下之後，再送到我們的診所或醫院來做治療。這樣子中間的時間拉得非常的長，對他們的等待的時間也會來說是一個煎熬，所以我們直接到他的家裡面做治療的時候呢，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務。然後雖然這些儀器設備不是最先進，但是也是可以提供他們80%以上的一個治療的一個效果。不過像人家講嘅一條醫療嘅設備啊，也係乜嘅時節就出現嘅，因為頭擺就係去診所裡面就有完整的設備啊，有冇有人做按用攜帶式的？這個是大概台灣在民國100年左右就已經有人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也配合政府的試辦計劃，所以呢就引進了這樣子一個設備。但係這樣的設備在國外日本
可能已经在20-30年前就有了，就有了，而且他们可以做的比较微型、比较小，可是他们的费用就相对高很多，一台可能要台币40-50万。那这个呢是我们台湾的厂商自己研发出来的，所以费用会相对比较低，但是它重量是比较重的。它插天就都得用，都得用。其实还算撇除要扛上4楼来讲啦，对，还算是蛮方便的。对，没错。古时候一般研究开始做，就投入亚航服务，一直做到亚下。研究的时间中间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温馨上，有动到嘅牙医师都投入亚航服务冇，其实冇。现在全台湾只有146位的牙医师，全台湾哦，各位，全台湾哦，加入到宅牙医服务。那也只有86家院所有提供这样的服务而已。那新北市来说，我们现在只有5位的到宅牙医师服务这么多的一个患者，所以新北市按胎呢？对，所以现在验都细致，他们需要等待的时间也是比较长，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那个到宅牙医师能够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行列，让我们的病患等待时间能够缩短。对，因为这个翻译医生啊，其实算是领头羊等级了，因为一开始就讲一辈啊，看到牙脚本写到宅牙医，脑袋里面第一个念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马偕医师，传教士马偕医师，他是最早期我们的那个先驱啊。但是他还没有到家里哦，他只到一个定点，李明中心之类的，去服务去同人绑牙齿呀的，做简单的牙齿的治疗。不过牙哈有会按用个工具，有会按到你心的欣赏，做得许多偏远的物卡来做这样子的到宅牙医服务。所以作为研究10多年呢，有看到一点在啊口腔常见到的状况，尤其是这些卧床者或者是失能者，给他加油的情形，再同他分享一下。我们这10几年来统计啊，大概有60%几，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属于牙龈发炎啊，然后有缺牙需要帮他把牙齿拔掉的，或者是他牙齿痛的，这些占了60%几。其实他们不一定能够表达他们牙齿痛，对不对？对，没错。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看他家属吃东西的情况来去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牙齿痛，或者是因为缺牙没有牙齿咬不到东西咬不烂，所以他不愿意进食。这个东西我们都会跟病患的家属做一个沟通跟判断。那如果病患的原本是很愿意吃东西的，那可能突然牙齿痛了，他不愿意吃东西，那个是短暂的。可是如果是长期缺牙，可能他吃东西的效率会变慢的话，那就是比较长期的。这些是可以给家属做一个参考的。所以我们目前呢，大概有60%几是这种牙龈发炎的状况会比较多，那有10%几是属于他需要做补牙齿的动作的，那还有10%几是他因为可能老人家有带一些活动假牙。他可能会时间久了之后呢，牙龈萎缩了之后，他会压到牙肉会痛，需要做调整。那这样子的病患是在我们里面算是占比大概只有10%几而已。所以大部分刚刚讲的大部分的情形，其实牙卡行李箱就都得处理耶。都可以帮他们做到妥善的治疗，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到宅服务，真紧都得服务懂你包含今日现场没有同大家来分享这个2个案例、2个故事，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状况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督导按用给这个要照顾这样子的病患有多么困难，甚至还要帮他们治疗牙齿。我们都会向医生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分享2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一个10岁的小朋友，他刚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脑部被产道挤压，所以脑部就受损了。出生之后呢，他就没办法自己去做口腔清洁的动作，他从头到尾都需要家人去帮他做口腔清洁，漱口也都没办法，所以他就是一直卧床的状态。那他到了10几岁，他的身形大概只有像4、5岁的小朋友一样小小的。然后呢，他的家人也很愿意帮他做口腔清洁，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清洁，尽量的帮他做而已。可是他小朋友就是不愿意把嘴巴张开，所以就刷的只是大概刷一下。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小朋友他的牙齿很多牙齿都已经蛀掉了，很多对，都那蛀掉了。我们就是尽量帮他在半年之内，因为我们的到宅牙医服务2个月才能去一次，所以我们就是分次，大概3次到4次，帮他把这些牙齿给补好。那补好了之后呢，他们的进食就比较好。那他以前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一直咿呀啊的叫，然后不想要吃东西。那补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定期
2个月会去他的家里面再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半年会帮他涂氟一次，让他的牙齿不要继续有蛀牙的情况产生。就同小 baby 小孩子要做这个涂氟的治疗是一样的。对，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他现在的状况都越来越好。那家属也很感谢我们，可以定期的去他家里面帮他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哦，真见懂好，因为真见冇办法想象，要照顾按用体术给生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花心力的。所以这些医疗，尤其是到宅服务的医疗，对他们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对啊，没错啊。那我们的第2个案例呢，其实就是一个中风的一个妇人，她老公啊，其实跟她老婆的感情本来是很好的，那她因为中风了，所以她就一直卧床，那卧床久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她虽然有做复健，可是她的效果不是很好的时候，她就是一直在卧床的状态，那也没办法自己刷牙。那先生也很想要帮助太太，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帮起。那我们去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怎么他们的那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精油灯？那我就想说，问一下那个先生，他就说，因为他太太啊，嘴巴那个味道很浓，就是有口臭，他也不好意思说，所以呢，他怕伤他，对他的太太的心，所以呢，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点了很多的精油灯，他才敢进去那个房间里面睡觉，跟他太太一起讲话聊天。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我们到宅服务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再去他的家里面看，这些精油灯都没了。我们想说为什么？他就说你们帮我们洗完牙之后，他的口臭的情况就几乎都没了。然后也教导他怎么样去帮他的太太做正确的洁牙方式。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服务对他来说是斩获非常多的有斩获啦，所以他就对我们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只要说，有趣的时候，他有时候都准备一些点心让我们去吃，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然后他后来把精油灯拿掉了之后，我们再去他的家里面，就觉得味道也不一样了，他也比较敢亲近他的太太了。哇，这真嘅，因为其实照顾牙的病人对家属来讲，其实也是非常艰辛的任务。没错，唔但像病人辛苦，其实妇卡人要长期照顾按用嘅妇卡人是真的非常辛苦。故说有按用嘅医疗服务投入到家庭，进入到家庭，对呀，大家来讲都非常嘅重要。故说大家听说好好认识呀的到宅服务，还有很多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到婦卡同看牙齒嘅服務，吼，有請到啊范廣信先生同大家來分享，佢投入牙科服務已經10多年咧，真係多麼簡單。唔過大家會想到，牙齒就是按用細細嘅可能，有蛀牙齒啊，一個牙齒痛啊，就一啲啲咧，冇相關，冇真嘅疼痛就好誒。唔過其實牙齒對人整個身體都當重要，錯嗎？對，沒錯，我們的牙齒啊的細菌跟我們全身性的疾病是非常有關係的。我們的文獻可以告訴我們說，如果你有牙周病，但是你沒有去治療的話，當然都有呢。你的失智症的比例會是一般正常人的2倍到3倍。真嘅，真嘅，牙周病同失智有關係哦。對，這個是最新的研究。哇，那跟我們的糖尿病也是有非常息息相關，還有心臟病，因為我們的口腔的細菌會經由我們的血液跑到我們的全身性。那如果你有心臟病的話，這個血液跑到心臟也會造成心臟的一個惡化。所以如果有心臟病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我們的口腔一定要顧得更好。很卡重要誒呀，單槍對失能者，對於一般人也很重要，很重要。那如果是一般臥床的病患呢，他們的口腔機能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好。如果他有一些嗆咳的動作，我們這些細菌經由我們的嗆咳的口水跑到了肺部呢，就造成肺炎。所以很多的病患，他死亡不是因為他本身的疾病而死亡，而是因為感染了肺炎，最後因為抵抗力不足。
所以就过世了。给因为牙齿引起的耶。对啊，没错。所以其实很严重，照顾那牙齿的康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不过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你自家会抽牙齿吗？今日节目当中吼，邀请到牙医师，就会请佢哋啊，呼吸音密路同大家来分享牙齿生落爱用白抽。大家听说认真听，因为真经都有可能你抽牙齿的方式是唔正确的。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对，我们有个放大的齿模。对，我们放大的齿模，我们希望就是一般人在做洁牙的时候，不是只有刷牙，而是要洁牙。什么叫做洁牙？洁牙就是包含了使用牙刷去刷牙，还有就是我们要使用牙线或者是牙尖刷去刷我们牙齿跟牙齿中间的缝的部分。那或者还要再加上我们的含氟漱口水，1个礼拜使用1次，使用1000 ppm 以上的含氟漱口水，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口腔环境达到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地步，才不会造成我们的蛀牙或者是牙周的疾病的产生。啊，当日都要1+2，牙刷加牙尖刷，而且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221，这是最新的观念，叫做221，就是我们一天至少要刷牙2次，200，然后每次至少是2分钟，2分钟，然后要使用1000 ppm 以上的含氟牙膏。当日吗？每一天含氟牙膏，每天都是使用1000 ppm 来含氟牙膏。那如果是漱口水，就是1个礼拜用1次1000 ppm 以上就可以了，辅助就好了，不要天天使用。因为我们的漱口水其实如果天天使用，容易造成我们的黏膜变性啊。对，所以我们建议1个礼拜使用1次就可以了。对，那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牙齿要放在牙齿跟牙肉交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放在牙齿跟牙肉交界的地方呢，角度就会是有一点30度到45度的一个。啊，重的平平。不行，如果你平平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平平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的刷毛是不会跑到牙缝里面去的？哦。如果你是斜的30度到45度，这样会插落去。刷毛才会插进去。对，所以这样子才是对的。那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每天刷牙刷了3分钟、5分钟，可是他去牙医诊所的时候，都会发现他刷得不够干净，而且还刷很大力，而且刷太大力又把珐琅质刷掉。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横着刷，其实就把珐琅质刷掉。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30几岁啊、40岁的年轻人牙齿就很敏感，吸一下空气，然后吃个冰，他们就开始酸了。那就是因为长期的刷牙的角度不对，造成珐琅质受损。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洁牙，第一个你一定要好好的放对位置。那我们说的洁牙，就是你要用脑袋去思考你放的位置，不是盲目的在那边刷。哦，对，就像我们运动一样嘛。如果你是有刻意要让我们的肌肉去练到那个肌群，你一定会很注重你的姿势，一定要用那个地方用力。对，那如果你只是劳动的话，那就不叫做运动。原来刷牙还要动脑筋，没错，一定要动脑筋。你放的位置一定要是对的，如果放错位置了，第一个把珐琅质刷掉了，第二个没有达到效果，还是会蛀牙。所以呢，你一定要放对地方，然后慢慢的刷，遵照我们的221。对，所以洁牙完还要包含了另外一个，就是用牙线或者是牙尖刷。那所谓的牙尖刷跟牙线的使用方式呢，就是看你的牙缝的大小。如果你的牙尖刷最细的都已经进不去你的牙缝里面，那就用牙线就好了。像年轻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进不去，那就是用牙线。牙医部的差不多用牙线有半年的时间，笨蛋绕豆，因为我刷牙前以前有时候刷牙前用牙线，有时候刷牙后，但有可能是错误的。是什么时候用才是正确的啊？都可以都可以啊，好，太好了。现在的文章呢都告诉大家说，你只要有用牙线，不管你是使用那个刷牙前用，或者是刷牙后用，都有它的效果。因为我冲牙齿过后再用牙线，用胶，我还真的每天都有挑出东西。对，因为我们的牙缝里面都会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堆积在里面，所以一定要用牙线，或者是如果你的缝比较大，你就用牙尖刷去把中间的东西清出来。这样子才不会有牙齿跟牙齿中间的蛀牙，或者是食物的堆积造成牙龈发炎。那如果牙龈发炎久了之后，这些细菌跑到骨头去，把骨头破坏掉，就变成是牙周病了。哇！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照你的清洁方式
循序渐进的去做你该做的时间。那我们如果是用1000 ppm 以上的牙膏，长期使用2年以上，现在的文献告诉我们，蛀牙率可以降低1半以上。真的这么有效果？所以一定要用1000 ppm 以上的含氟牙膏，而且是持续的使用。跟人想问嘅头前门牙嘅片按用的搓。如果是前面呢，我们就是单颗一颗一颗的刷，一颗一颗，对，然后刷10下，对，10下。如果是旁边的话，就是一样放在牙齿跟牙龈交界的地方，前后类似有点原地再去动的感觉，有点像震动的感觉哎。对，就是跟那个电动牙刷的原理有点类似。所以天通牙抽也没黑做的嘞。可以，如果你是使用电动牙刷，记得一定要放在原地，不能再动了，因为再动那个力量会太大，会造成牙齿防止过度的受伤。所以天通牙抽也就唔好通，但是一样角度很重要。对，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卧病在床的病患，很重要的就是只要有牙齿，就一定要用牙刷或者是牙线、牙尖刷去帮他做清洁的动作。没有牙齿的病人，有些病人可能全口无牙。那我们可能就用海绵刷去帮他做口腔黏膜的清洁。有牙齿就记得一定要刷牙。那很多的病人他卧床了，他不会张口，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我要刷牙。对，他嘴巴就是闭着的。那闭着的情况，你没办法帮他牙齿打开的时候，我们都会教家属怎么让他的牙齿打开，让我们可以去做口腔的清洁，做洁牙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他闭着嘴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从这个脸颊的旁边伸进去，就算它是嘴巴是闭起来的，我们一样可以从嘴巴脸颊的旁边，对，顺着进去，然后压到旁边最后面牙齿智齿旁边的这个牙龈的地方，压了一下，它就会反射的动作，它就会张开一点点。所以当它张开反射张开一点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张口棒进去。刚好呢，它是用平的进去，它只要张开一点点，大概1公分多，我们就进得去了。然后呢，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正。就张开了哎。这样，它就像是张口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牙刷放进去到很深到最后面里面去，帮它做牙齿的清洁。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病患的嘴巴张开，这一支是非常好用的，因为这一支才几10块钱，所以可以用很久。那它表面是一些细胶的一个材质，不会伤害我们的牙齿。所以呢，就很简单，只要去按摩它这里的地方，它会张开一点点的时候，就赶快伸进去，然后再转90度起来，这样子就可以刷另外一边。那刷完之后，再从另外一边再伸进去，再转90度，那这样子就可以再刷另外一边，这样子就可以很完整的把他的牙齿刷得很干净。对，你看医生真给你讲都很详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懂冲药嘅知识，我同大家来分享。我相信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听说，董上我来了解啊，就服务大家真研就做得，从一开始讲嘅，像全国的牙医师嘅公费，韩国这个我们上网就做得去请到牙大咨询，做得去做神抢啊。重点是它的收费就是一般健保的收费，但是呢，我客服也得有资格。条件当做得来申请按用嘅服务，因为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医疗资源，大家看到先生按辛苦，还带点牙卡皮上来。对，古早先生其实当用心啲嘅推广牙件事情，迄个想要了解到医生含卡到嘅内容啊，含卡到嘅资讯啊，做得上医生的脸书粉专，对不对？对，可以上我的粉专，那个走出象牙塔到宅牙医服务范刚信医师，那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牙科的卫教资料可以让大家参考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网上找我的一个粉专。谢谢大家。哇，医生的那个粉丝订阅率很高哦，所以今天董永黑也有抢到欣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医师，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下看下来看法律4单元哦。起来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